我就认为我肯定失败了，肯定没有演好，然后回去就开始哭。选这个爱情啊！对，我看了以后，林黛玉的那个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刻着，把他们作为一个朋友，知音被观众宠着也是挺幸福的。送给我好吧？老师说好啊，他就把珍珠甘也送给我了。我觉得我应该选的是责任。走进名家，欣赏名段，欢迎收看《名家名段》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，生活中是随和爽朗的快乐女生，舞台上是端庄大气的名门闺秀。有人说，凭她的灵气还有她的天赋，注定就是一个天生的好演员。她自己也说，我就是为越剧而生。让我们欢迎当代越剧表演艺术家方雅芬。您好，雅芬老师。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亚芬老师的2位好朋友，一位也是我的老师，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、博士生导师荣广润。您好，荣院长。你好。荣老师是我的好朋友，荣老师吧，但也是我十分尊敬的师长，他一直都非常关注我的成长。荣院长身边的这位是上海明镜自强进修学院的院长孙荣强。您好，孙院长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你很厉害啊！今天请来2位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您助阵哈。哎，其实孙院长还有一个身份，对吧？是你的姐夫啊。对呀，今天姐夫来给您助阵，好开心啊！2010年已经到了，然后农历的新年又要到了，所以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派发红包给你。当然哦，这里面装的不是压岁钱，是比钱更加重要的东西：信念、感恩、责任、幸福、快乐。你不能贪心，只可以选一个。幸福，我猜你会选幸福，女人都是幸福。我的幸福是属于个人的，它可以是永久的，也可以是一刹那的感觉的一种幸福。那我觉得它，好吧，那这个红包我收回。还有4个，快乐可以自己去找，也可以给大家，是永久存在的，也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啊！哎，我觉得他对这2个词儿认识的很深哎。好吧，那快乐我也给你保留着。哎呦，剩下3个了，我猜不出你会选哪一个。我觉得我应该选的，现在最主要选的是责任。你一开始上来就那么沉甸甸呐？啊，你真选责任吗？5个。是的，你选责任，我选责任。2位院长，我得问问你们了。就以他的性格，以你们平时对他的了解，他怎么会选责任那么沉重的、很沉的一个词啊？我觉得作为他来讲，他可能还有一个，因为他的流派是袁派啊，袁派创始人袁雪芬在越剧界的地位那么重要，他作为传人的话，可能这份责任感会更加强一些。姐夫可能平时跟你接触更多一点啊。姐夫来说，生活当中呢，他是一个开心果。那么对越剧啊，对艺术呢，真的他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。先把这个红包先送给你。好的，先送给你。那给我们解读一下，告诉大家，你心目当中为什么把这个词儿会选出来？是最实际上这责任2个字是非常沉重的。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已经人到中年，责任2个字在我们的肩上，也是必须担起来的。第一个就是要对自己负责任，第2个对观众负责任，还有一个就是对我自己的艺术负责任。我觉得是这样。你刚才第一个就说，首先要对自己负责任。我们看了一下资料，你是1984年考上上海戏曲学校的，是吗？应该说我是85年，84年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先进去的，我是85年进去，属于插班生。然后那个时候你在班上练功学习，你们班同学就给了你一个雅号，说你是练不死的方雅芬。踏进上海戏曲学校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，也是一个值得珍惜的一个机会。所以说我不能退缩，我必须的要往前走，我必须的要付出比常人多的努力。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唱戏，也是在懵懵懂懂的当中，就是走进了艺术的殿堂。但一旦我接触它以后，我就渐渐的喜欢上它，爱上它。
一直走到现在。荣院长，我想问问您，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亚芬老师这个演员的？是他很年轻的时候了，1993年，上海市搞10佳青年演员的这个比赛评选，就是我那时候文化局请我去做评委，然后看这个越剧演出哈，他当时因为正好是前一年是演那个《西厢记》，比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品就是祥林嫂的问天。这个问天，你想他演的是一个就说衰老垂死的祥林嫂那一场戏，啊，那么苍凉，那么凄凉的一个，而且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妇人的一个态。知道是一个年纪很轻20几岁的演员，但是舞台上那个感觉，完全是进入到角色，而且传达的那个原派的唱腔是那么纯真，再加上他自己的嗓音的特别的特色，当时哎呦，给我一个很大的一种惊喜，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我想一个年轻演员能够体会这样一种深沉的一种角色，而且能够把原派的特色发挥那么好，哎呦，我说袁雪峰老师该很高兴，很高兴有这么好的传人呐，所以给我印象非常非常。荣老师还特别10位演员当中，每个专家都要帮一位演员写一份东西，就荣老师帮我写的。所以说，荣广任是他们说哦。上海戏剧学院一下子我觉得自己，哦呦，受宠若惊。所以这些也是一种机缘。那当时我们评委要分工，给每位得奖演员要下评语啊，或者说这样点评一点艺术上的特点什么的。正好我是分到方雅芬，确确实实也是我印象很深的。那会儿你20岁到吗？20几岁吧，20多岁出头，演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，然后内心有很纠结、很复杂的一个形象。当然那时候还是主要是以继承为主，老师在旁边也指导的很多，辅导的也比较深入。但是呢，我老师那时候还非常担心说，那么年轻，好像可能没有演不出那种感觉了。我还问老师家里面的阳台上面有一根竹竿子，它是晒衣服的，已经是风，一直都是日晒雨淋的，已经发红的那种，很符合祥林嫂的那时候那。他要我说老师，你把这根竹竿子送给我好吧？老师说好啊，他就把这根竹竿也送给我了。但是那种感觉不是说我可以送一根竹竿子就能做到的，所以我没有，一直都不自信，非常不自信，而且在演出的前几天我还是非常那时候想打退堂鼓，我说算了，不演了吧，这个角色我肯定演不好的，这也太难了。但是后来，你如果不去克服这么一个障碍，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演绎得出那么一个经典的一个人物。所以说那时候自己也想了很多办法，说到最后怎么饿的怎么发颤的感觉没有啊？对，他戏当中是这样子的。对啊，那就是不吃饭了，一天不吃饭，吃的人自己头昏眼花，发慌，再去拿这个去感觉，一下子觉得我这个感觉对了。就是他那个颤颤巍巍的那个走路的样子，而且那种就马上就要窒息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又强打精神了。你是这样找到感觉的，我们今天才知道，荣老师其实是一种体验了。
万劫长把死不停，我是有主媳妇，有主姐，哦，心是苦。几呀年，有才子啊，冰清多年，相邻死，留下了两代寡妇独谁啊亲，姑子啊，他背下了重大家我妹啊，为老来抢我到山间。老罗啊，他对我好啊，家年毛天，阿毛。我是啥呀？我但知道下些天，一岁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虽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来，姥姥，你不要怪我，你不要怪我。谁知道啊，上海头去姥姥的命啊，毛遇到我郎爷，撇下我无依无靠无天地，那大把与水去哦两情，没奈我啊，我儿子从把路夫进啊，这就得面受饥饿苦残忍，
我恭喜儿亲，神色到天塌的罪孽都可索啦，恰为我的罪孽成就没有千般的千般的亚芬老师，你是属于那种作品出得很快还蛮多的艺术家，作品都不少哈。作品是不少，但是真正说成熟的或者是有影响的，也就是在这2000年以后的几部戏，自己也觉得渐渐成熟起来。而且我和观众都发现，不仅仅是你自己担任主角的一些戏，你塑造的非常成功，而且一些配角的戏你也会加入到其中，演得很出色啊。我觉得一个演员没有大角色跟小角色之分，只有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角色。如果我想的我是唱主角的，我非得要唱主角，那你的心态肯定会不好。我一直有一句话说，你说你为什么那么快乐？我说我快乐是因为我不计较，我不计较，所以我快乐。因为我计较的少，所以我比别人快乐。我觉得大家已经人到中年，应该是在互相抱成一团，而不是说我去计较我是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，我是一个主角还是配角。但是如果你同样的一个角色能够演得非常出彩的话，我觉得也是我自己一种艺术的魅力，能够去感染到观众，他们不会影响到你在人们心目当中一种美好的印象。而且去年的时候2009年你的一个新戏就是秋色渐浓，你也是其中的一个配角来到我们3号人物，对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。然后还有韩非子，这其中你也是一个配角，这样这是很不容易做的。你要说从我们戏剧界的这个术语来讲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俄国的这个著名戏剧家讲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。但是这个道理能够明白，真正的明白，而且在实践当中能够真正做到的，并不是很多人都抢着演主角，要是不是演主角的就不高兴不出力，是吧？这个方雅芬曾经跟18个这个小生演员配过戏，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配角，并不完全是主角，这个很难做到的，并不是很容易做到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，对吧？你说他不计较，其实他对艺术上非常认真，但是对角色大小不计较，其实他计较的是艺术而不是角色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非常好的一个状态。前段时间都知道您排戏的时候还受伤了，是腿受伤是吧？也不是说排戏的时候，实际上这是以前可能是有伤，我自己都不觉得，只是在演出当中可能接触到这一面了，他就发出来了，非常厉害。他自己可能不觉得，但是其实你的同事当时挺心疼你的，因为在台上看着，在那儿忍着。这倒是的，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互相的，你平时怎么对待别人，别人也会怎么对待你。所以说我在演出当中有时候，有就是那个常梦莹，她死了以后，有一场戏我后面比较空的，我在抱着那个腿在那边哭，因为痛嘛。正好也是，旁边很多我们的很多的那个青年演员看到我也在那边抹眼泪，他们觉得哎呀，有时候也是一个是演员的无奈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演员对观众的一种责任心。哎，我真是，如果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演员的话，我看不出来他是那么坚强的一个人。这个得问问姐夫，姐夫了解哈。他不只是坚强，而且呢还有点勇敢。有一次他生病，鼻子上要穿刺。哎呦，这个那么长的针穿刺，他一点都不给家里人说，怕担心，怕引起我们的担心。而且呢，当天晚上还给学生呢进行辅导。
其实他这样的事情很多，荣院长。对啊，他为了艺术对观众负责，他经常是要有碰到这种情况，比如说玉清嫂，北京演出，在舞台上坚持唱完112句，下台以后一量39度多，天哪！然后底下还要到天津，还要到淄博去演出，那个剧院里边说要不要你休息吧，这个演出是不是想办法跟人家对方商量？但是因为知道对方的观众票已经卖出了，然后坚持，再到天津到淄博演出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真正对观众负责、真正对艺术负责的一种态度。所以我想这是方雅芬的过人之处吧。对啊，我很感激大家，因为我在发高烧的时候，我在台上演出，台下的一些演员们、演职员。因为我唱110几句的时候，他们都非常担心我可能会倒下，所以说两边的侧幕两边全部站满了人，他们都在看着我，怕我万一怎么样。等我110几句唱完的时候，他们在下面观众在鼓掌，因为观众不知道我在发烧，下面观众在鼓掌，他们旁边也在鼓掌。姐姐你太厉害了，姐姐你太坚强了。所以说也是很多同仁们、同事们他们的那种鼓励。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最好。亲生，这就是我的亲生，我前世的冤家。从今儿精神仿佛有家痛，生活好像有一旁，死亡了一个人，需要我全关心。需要一个人给我陪照料。我为他烧汤烧水熬草药，我为他缝衣缝裤缝汗毛，我为他铺上铺被铺脸肉，我为他洗水洗脸擦背。他终于天天好起来，背影队里终于阳光照，他面色变红了，饭量变大了，叹气变少了，笑声变多了，他口口声声扑通，比比跳。从
才我们说了很多亚芬老师在舞台上的故事哈，其实生活当中，就我对你的认识而言，我觉得他生活当中是一个挺喜欢开玩笑的人，每次来节目当中做客之前都是哈哈哈笑声不断的那种。生活当中也是吧？你的小姨子完全是开心果，他走到哪里，欢乐就带到哪里。你说带给家人，带给同事，带给周围的人，多好啊！这样大家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。上次我和他姐姐一起跟他到北京去演出，我们一起到王府井大街逛商店，他就学着我走路的样子。走路很特别吗？是你姐夫走路很特别吗？我想想，我走路也不至于这样吧。后来仔细看，是的，就好像一个人看漫画一样。从一个漫画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特征。他走路呢，就把你走路的最大的特征把它点出来。这实际上是演员他一个天性，喜欢去模仿，喜欢去观察一个人，他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举动，会特别敏感。而且会把它夸大，夸得我会那么难看吗？但实际上就像画那个漫画一样的，他把特点抓住了嘛。我们3个月一起到国外去旅游，他就自己像导游一样，对吧？我拿个摄像机在拍，他就在像主持人一样在解说。哎呦，你很厉害啊！在博物馆的入口处，有200年的历史啊。以前是皇宫，后来打仗的时候做过监狱，后来也做过弹药库，现在作为博物馆，请随我来。这分成楼上跟楼下2部分，我们先看楼上看。刚才我们聊到都是亚芬老师生活当中非常活泼好动的一面哈，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面，他是一个外秀会蒸、心灵手巧的人啊。你看你的姐夫还特地带来了一个你的作品，我开始一看说，哎，这个就是一个小礼物。他说是你亲自绣的，因为我姐夫他开车，他说姐夫，别的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你，我说用我的亲手，我帮你绣一个。挂在上面，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啊！今天还得物归原主，平安平安。我跟很多绣得很好的人来比较的话，那你跟我们一般来比，已经很厉害，已经很厉害了，差得很远。但是我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，我并不是说我光会动，我能够静。那时候我刚刚在绣了一副那个卡套的时候，我单位的同事说：“这是你绣的吗？是你们家钟点工阿姨绣的吧？”我说：“你们小看我吧，我明天第2天我就拿了卡套当场在那边绣。”他说：“是不容易，而且专门还绣成过一个成品的，还标好了，放在我自己家里面，拿不出手啊。”我觉得他的快乐特别能够感染人，就是他自己一高兴了吧，周围的人也会跟着他一起轻松起来。你们排戏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听说，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曹奇静老师他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导演。排《秋色渐浓》的时候，是的，一开始的时候他排戏了，不许动，大家都很严肃的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平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也会觉得就是我们就不能就是跟他太或者怎么样。但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也被你的快乐浸染到。有一个过程的。那导演很严肃，那我们怎么把他让他快乐起来，让他轻松起来？实际上人人都喜欢快乐的，不会喜欢那么沉重的。有一次曹金老师为了一个什么事情，他在那边一乐起来，我跑过去说：“曹导，你以后要多笑。”他说：“干什么？”不敢，一般人不敢跟他说这个话啊！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笑起来很甜的。”是吗？真的吗？他后来就一直很快乐。刚才我们一直说你是一个非常快乐乐观的人，但你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低潮的时候？我觉得一个人的一辈子不可能永远都处在那种高潮期，人就像潮水一样的潮起潮落，就像波浪一样。但就是在你低潮的时候，你是用什么心境来对待你这个低潮期？你呢？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想，当时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埋怨，会有点觉得愤愤不平，可以说。但是回过头来想，恰恰那几年的低潮期是我最珍贵的几年。
因为我懂得了怎么去对待人生，怎么去对待我周围的朋友，怎么来对待我自己的今后的艺术道路。他90年代初得了白玉兰奖，评上10佳青年演员，有几年相对来讲就比较平稳期吧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的作品。到了这个世纪开始，从《红楼梦》开始，到《早春二月》，然后到木棉红，一直到最近的这个《玉清嫂》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而且一步一步好作品出来，我觉得是确实是，他如果说的话，就是等于2个高潮了，对吧？年轻时候一个高潮，现在是更加大的一个高潮，中年。其实有的时候，对于一个演员来讲，他相对来说有这样一段时间沉静的时候，反而是一件好事。经过自己的沉寂几年，我觉得从2000年演出《红楼梦》开始到后来的这几年，我所有的作品，我觉得自己也发觉自己在渐渐的成熟。一个演员其实如果有比较平稳或者不顺利的这一阶段，你如何来对待？他现在看来是一种厚积薄发。这段时间虽然新的创作比较少，新的角色比较少，他没有放弃对艺术上的追求，所以等到你有好的机会的时候，好的剧本、好的角色的时候，他就一下子能够。姑娘，你把我的诗稿拿来，甚至好现在看吧。
芬老师，大家都会觉得你的名字肯定跟原派永远难以分割了，对吗？现在还经常去看袁老师吧？那当然是，可能那是一种缘分，绵绵之中的一种缘分。我想我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问我，帆帆，你这个名字是不是你的艺名啊？对啊，因为有个分字啊。哎，而且袁老师是圆的，我是方的，他是写分，我是亚分，亚语圆学分。我们袁老师经常说亚分，那你不会以为想办法成为冠分吗？这可能袁老师也好幽默啊！哎，因为好多你们就是演员都是会跟自己的师傅的名字当中有个字像的，会改名字的。这你是没有改过？没有，真是没改过，真的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这个是你原创的名字？对，是我来自于父母的原创作品。哎，这真的是你跟袁学芬老师冥冥之中的缘分。但是啊，真的说你说名字像或者怎么样都没有用，都要靠他自己学。如果说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就跟老师名字再像，真的也没有办法的。老师他曾经对我说过，他说你可以学我，但必须要走自己的路。就因为老师他没有给我画一个圈，他让我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，所以说我可以吸收老师的韵味儿，可以发挥我自己的音色特点。老师也是一个很开明的老师，非常开明。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在不断的听老师以前的作品。你现在还会一直听？对，经常听。我只要坐到车上，我就打开的就是老师的作品。因为什么？往往你走过了一段自己认为大家认为比较成功的一个阶段以后，你再回过头去听听老师的作品，去理解老师作品的内涵的东西，会对自己更进一步的提高。而且你跟老师的感情有很好很好。我们平时，老师他会觉得我们像朋友一样的，有时候像姐妹一样的。那当然，老师那是客气，但是我们在一起，我跟老师在一起，我可以跟他讲很多很多，可能平时别人都不敢跟他说的，或者跟他这么聊的，我们什么都可以说。我老师他从来不会表扬我，但是他偶尔也会夸夸你，夸夸我。但有时候他不夸我的时候，我说老师，我这点蛮好的啊，你有时候应该夸夸我的啊。老师说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们老师说什么？你看，又跳进去了。什么跳进去啊？就是田鸡跳在秤盘里，自己称自己赞啊！我有2两，我有5斤，这个又跳进去了。你们师生相处的很愉快，真的很愉快。实际上，我们老师并不是人家想象当中的那么一种很严肃的、很革命的老太太。实际上，她平时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。我每次人家说到我老师的时候，我每次都强调这一点。荣院长，您作为亚芬老师的良师益友，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他对原派的这种传承的责任？那当然了，就是说，原派，因为我刚才讲了，就是说原派在越剧里边，其实因为袁雪芬在越剧的整个的改革跟越剧发展历史当中，她是很地位比较特殊嘛，是吧？所以其实作为原派的传人的话，他责任是确实更大一点。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两面了，一面就是从原派的这种艺术精神这个角度上来讲，我觉得方亚芬是传承得很好，不仅把原派的这种特有的婉约的味道能够传承过来，而且把原派要不断的创新的这个精神要学到。因为袁老师是要他就要学原派，但是不要完全是亦步亦趋的，要走自己的路，强调这个东西。所以他到后来从文嫂也好，到玉清嫂也好，越来越就是说把自己的特色能够发挥出来。你说袁雪芬老师的这个，当然他的作品跟《西厢记》跟祥林嫂都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但是就说这个三嫂，就是最出名的这个三嫂，其实只有一嫂祥林嫂，那是传承的，另外2个嫂其实是方亚芬自己创造。所以我觉得从艺术精神上，他是继承了发挥了这个原派特点。另外呢，从艺术的这个方法特色上，他把原派是传得很好，对吧？原派的这种婉约的、迂回的这种特别沁人心脾的这一点，方亚芬是发挥得很好。再加上方亚芬自己音色上还有自己的优势，特别有磁性嘛，特别柔，所以再加上柔中又亮，所以这个音色其实丰富了原派的这个唱腔。所以我觉得从这2方面来讲，应该讲
方亚芬在传承原派这一点上，他是尽到了责任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今天我觉得我选择的这个最重的一分量的那个东西，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人到中年，应该是承上启下，要传承老师的作品，要培养教育，起到有扶植新人的那么一个作用。所以前段时间，你还特别推出了一个方亚芬携学生新年新春演唱会，原派新秀演唱会，我去看了，请任老师去看了，他自己担任主持。然后前面都是所有的原派的，其实已经是他的弟子这一辈的年轻演员一个个演过来，一直演到他们同辈的，最后他们同辈的几位共同来演唱原派最精彩的这个唱段，确实是明显的。这个演唱会是一个象征，是一个承上启下哈。作为一个中年演员，已经把原派传承到这个程度，然后又要带动下一辈哈，让原派有个发扬光大，让粤剧更加有一个新的发展，做了很多工作的。当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，请这些年轻演员，请他们吃饭，一边吃饭一边讲戏，讲到晚上2、3点钟。一个呢，大家都要回去了。还有可能大家以后能够那么多人，浙江的还有好几个演员能够聚在一起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说，趁这个机会，一个是大家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良宵；第二个呢，演出结束以后，他们身上所存在的缺点，要一个个我跟他们点评过来。这实际上也是以前老师对我们做的功课，现在是由我来做。而且我给他们布置了作业。他说：“你们这次演唱会结束了，并不是说就这么结束，因为我带着这些孩子们，现在说孩子们去到医院去看老师，袁老师他非常语重心长的，确实是这样。那语重心长的对孩子们说：你们要记住，一场演唱会是短暂的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但是你们互相之间的联系跟互相之间的学习是永久的。所以说，老师他对青年人这么关心，我是他的学生，这是我觉得接力棒，我应该是由我们来接下去。我想学生们现在一定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，有这么好的老师在给他们指导着，在为传承流派而努力着耕耘着。
青青，关关心心。一条爬犁，爱我你。今天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带着责任这2个字，继续在艺术道路上快乐的前进，好不好？我们也感谢2位校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，也感谢电视机前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